喺當代社會，一夫一妻制已經成為主流規範，但係縱觀人類歷史同埋唔同嘅文化演進，一夫多妻制喺特定時代同環境之下，確實發揮過其獨特嘅社會同經濟功能嘅。如果單純從社會學、人口學同埋家庭經濟學嘅理論角度出發，一夫多妻制主要存在以下幾項優勢：一、戰後人口恢復同埋社會安全網。喺人類歷史上，戰爭與高風險勞動，如採礦、航海，往往導致男性死亡率遠高於女性，造成嚴重嘅男女失衡比例。咁樣呢，佢呢就令到可以一夫多妻制呢，就令到佢迅速重建人口啦。一夫多妻制允許少數男性同多位女性結為伴侶，能夠喺戰後人口驟減時，以最快速度提高出生率，幫助社會恢復勞動力，為弱勢婦幼提供庇護。喺傳統缺乏完善社會福利嘅時代，喪父或者喪偶嘅婦女及其子女容易陷入絕境。一夫多妻制度將呢啲婦女納入現有家庭體系，使其獲得經濟保障同埋生活照顧，充當咗古代嘅社會安全網。第二樣啦，育兒分工同埋家庭勞動力嘅高效協作。從家庭管理同與育兒嘅角度嚟睇，多個配偶共同生活能夠帶來獨特嘅規模嘅經濟效應。互補式育兒嘅家務，多位母親可以共同分擔照顧幼兒、料理家務同埋準備膳食嘅責任。當一位妻子外出工作或者休息嘅時候，其他妻子能夠互相照應，減輕單一母親嘅育兒壓力同埋產後焦慮。家庭人力資源最大化。喺農業社會或者家庭企業入面，成員較多嘅家庭擁有更加充沛嘅人力資源，有利於家庭產業嘅擴張同埋風險抵禦。第三啦，資源集中與階級流動嘅機會。喺經濟學嘅角度之下，一夫多妻制提供咗一種資源分配嘅機制，確保咗後代獲得優質資源。擁有較多社會與經濟資源嘅男性，如優質企業家、具高生產力嘅個體，能夠為更多子女提供優質嘅教育、醫療同埋生活條件。女性嘅經濟選擇權。喺某啲社會結構中，對於經濟不獨立嘅女性而言呢，共享一個資源豐厚、能夠提供優質生活嘅伴侶，可能比獨佔一個經濟能力匱乏嘅伴侶更加保障到自己同下一代嘅生活品質。第四啦，降低非婚性行為同埋社會嘅隱性成本。部分社會學家同保守派學者曾經提出，規範化嘅多妻制能夠將非婚關係合法化同制度化，減少地下婚外情，將多重伴侶嘅關係納入法律與道德框架，能夠讓所有參與者嘅權利與義務明朗化，減少因為婚外情引發嘅法律糾紛同家庭破裂，保障所有伴侶與子女嘅權益。在制度保障下，第二、第三位妻子及其子女能夠享有合法嘅繼承權同社會身份，避免咗無名無份所帶嚟嘅社會與經濟不公。結語啦，雖然現代社會更加強調男女平等同埋個人情感嘅獨佔性，但係無可否認，一夫多妻制喺人類歷史嘅特定階段，確實展現咗人口繁衍、資源整合同埋風險分散上嘅獨特價值嘅。